現時咧我就喺欽州街，咁喺對面咧就會見到係南昌社區中心。咁喺對面咧亦都見到個路牌係欽州街嘅街道牌，但係咧見到個設計咧就係新穎啲，同埋多啲顏色咧有設計，咁啊應該係新舊嘅設計分別啦。咁喺對面咧就係通州街公園。咁 DX 設計館就喺附近，我未去過，唔知你去過未呢？